上星期香港舉行貓迷博覽會，現場人山人海，除咗主人拖住一代二代貓糧同罐罐離開，亦有唔少人帶埋自己隻貓貓入場。有主人笑住話：平時都係我幫佢買，今次等佢嚟自己揀。有人見到呢個畫面覺得好溫馨，一家人一齊行街，貓咪坐喺車仔入面四圍望，好似小朋友去嘉年華咁。但亦有人見到同一個畫面，心入面覺得有啲唔舒服。會展現場咁多人、咁多聲音、咁多陌生氣味，你覺得隻貓真係開心咩？會唔會係主人開心，然後將自己嘅開心當成咗貓貓都開心？結果網上好快就分成兩派，一面話隻貓由細就已經出街，見慣世面，唔好一見人帶貓出街就話人虐待動物；另一面就話貓又唔識買嘢，帶佢去都只係滿足主人去打卡。兩邊越講越激烈，最後討論嘅都好似已經唔係講緊貓，而係要證明自己先係一個真正愛貓嘅人。我戴翻頭盔先，今日唔係想判斷誰對誰錯，我反而想問一個比較溫柔但核心嘅問題：點解一個主人會咁想帶自己隻貓一齊去貓展？答案應該比純粹去打卡兩個字複雜得多。第一種心理就係貓已經唔只係寵物，佢哋係屋企人。呢個諗法其實我非常認同。以前啲人養隻貓喺屋企，主人外出返工出去生活，但今日好多人養貓係想無時無刻都同隻貓一齊生活，一齊去體驗呢個世界。將心比心，平時日常如果我哋發現一啲地方有好嘢玩，有好嘢食，心入面唔多唔少都會有想帶埋自己愛嘅人或親人一齊去嘅諗法。我哋平時會叫佢哋做仔女，或者當佢係細佬妹妹，根本就已經當咗寵物係家庭成員。所以當香港出現一個以貓做主題嘅大型展覽，主人好自然會覺得呢個係屬於你嘅活動，我點可以唔帶埋你去？咁聽落又覺得唔係完全冇道理。曾經有一個關於人同伴侶動物關係嘅研究指出，好多主人會同動物建立深厚嘅依附關係，視佢哋為屋企人，甚至當佢哋係自己仔女。呢種感情並唔代表主人失去理性，而係來自長年累月嘅照顧、陪伴同互相信任。每日幫佢哋鏟屎餵藥，半夜聽到佢哋嘔或者叫就立即起身。呢啲事情做得多，就早已覺得寵物唔再係屋企養嘅一隻動物，佢哋係我同你嘅生活一部分。所以帶貓貓去貓展嘅背後，有時並唔係要炫耀，而係一種好人性嘅願望。我開心嘅時候都希望貓貓你可以在場。第二種心理就係我哋驚貓貓錯過一啲美好嘅嘢，亦驚自己留低遺憾。養貓嘅人心入面，可能一直有一個唔太願意面對嘅事實，貓嘅一生通常比我哋短。我們會數住佢哋嘅年紀，3歲、5歲、10歲、15歲。當佢年輕時，我哋覺得來日方長，但當佢開始跳唔上櫃，瞓覺時間越來越長，我們突然會諗，有啲咩事情係咪應該要趁佢仲健康時一齊做？所以有人帶貓去旅行，影家庭照，慶祝生日。亦有人想帶佢哋去一次貓展，未必因為佢真係需要呢段經歷，而係主人希望將來回望時可以話俾自己聽，我曾經盡力帶你睇過我嘅世界。呢份心情其實有啲令人心酸，因為我哋知道總有一日屋企仍然係同一間屋，但門口唔會再有佢喺度等你，所以我哋好努力製造回憶，好努力每日幫佢影相，好努力證明彼此曾經一齊生活過。問題係喺害怕遺憾嘅時候，我哋有時會唔小心將留下回憶放喺當下感受之前。我哋想影到一張完美嘅相，但冇留意佢嘅耳朵已經向後反，變咗飛機耳。我哋想行完最後一個攤位，但忽略咗佢已經縮咗喺車仔嘅角落。唔係因為唔愛，好多時正係因為太愛，太想把握，所以先冇聽見佢哋用身體講。我有啲攰啦，我哋可唔可以返屋企？不過擬人化唔一定係壞事。有研究發現，主人愈傾向相信寵物擁有與人相似嘅思想同情緒，往往又會感受到更強嘅情感連結同社會支持。換句話說，
正因為我哋相信佢哋聽得明、感受得到，我哋先會同佢哋講嘢，安慰佢哋，為佢哋準備生日蛋糕慶祝。如果冇呢份想像，人同動物之間未必可以建立如此細膩嘅關係。問題係在於，我哋可以用人嘅心去愛寵物，但唔能夠淨係用人嘅需要去理解佢哋。人見到好多人，可能覺得熱鬧；貓見到好多人，可能會覺得驚。人聽到音樂同廣播，會覺得有氣氛；貓聽到大量陌生聲音，可能只會增加佢哋嘅不安全感。有貓科環境指引指出，貓對環境嘅舒適程度會直接影響佢哋嘅情緒、行為以至身體健康。不過咁又唔代表所有外出嘅貓都係一定受苦喎。每隻貓嘅性格同經歷都唔同，有啲貓從小就習慣坐車，用牽引帶去陌生地方。佢哋進入展覽場地後，仍然願意食零食，周圍探索，甚至主動同人接觸。但亦有啲貓只要喺自己屋企聽到門鐘，就會立即消失，直到個客人走咗2個鐘後先肯出嚟。所以真正需要理解嘅唔係貓可唔可以去展覽，而係你面前嘅呢一隻貓究竟想唔想去，或者啱唔啱去。第4種心理就係我哋想俾其他人睇到自己隻貓有幾咁可愛。呢一點可能比較少主人會願意承認。有時帶貓去展覽，的確係有一部分你想同別人分享自己貓貓嘅可愛，因為喺主人眼中，自己隻貓其實係天下間最特別嘅。佢個樣同萬寧貓有90%相似，佢坐車時會好似人咁，將2隻手搭喺車邊。貓貓俾人讚可愛時，佢好似真係聽得明。主人會覺得咁得意，點可以淨係得我見到喎？於是當途人圍過嚟影相，讚佢靚，問佢叫咩名，主人心入面會有一種少少嘅驕傲。呢種感覺唔一定係虛榮，更似係父母攞出手機向同事展示小朋友第一次行路嘅影片。我哋唔係單純展示一個物件，而係想俾人睇到呢個我心愛嘅生命對我有幾咁重要。尤其喺今日嘅香港生活入面，人同人嘅關係未必咁親密，同事未必理解你，親戚未必支持你，朋友各有各忙。但當2個陌生人喺貓展見到對方嘅貓，好多時一句佢幾多歲啊，已經可以即刻打開話題。貓成為咗人同人之間嘅一道橋。本來互不相識嘅人，因為一隻貓可以分享獸醫資料、貓糧心得，甚至講起佢哋病時自己有幾咁驚惶失措。所以貓展吸引人嘅唔只係入面嘅嘢賣得平，而係終於有一個地方或平台，俾一班平日被人笑做貓奴嘅人，唔需要再解釋自己點解要使咁多錢去養一隻貓。佢哋喺呢度唔使再怕俾人哋講，只係一隻貓啫，使唔使對佢咁好？但喺呢個場地入面，大家都明白自己隻貓從來都唔只係一隻貓咁簡單。咁聽到呢度，主人究竟應唔應該帶貓去貓展？呢度冇一個答案適合所有主人，亦冇一個答案適合所有嘅貓貓。有啲貓可能真係習慣外出，有啲主人會準備遮蔽空間，避開人多嘅時段，唔俾陌生人觸摸佢哋，一見到壓力信號就離場。亦有啲主人決定自己去行展，買完罐罐就返屋企，喺地下逐包插俾貓貓聞。2種做法都冇錯，都係嚟自愛。真正重要嘅未必係你有冇帶佢去貓展，而係當你嘅期待同貓嘅反應唔一樣時，你願唔願意相信佢？唔好因為佢冇大叫就認為佢好享受。貓嘅壓力唔一定好戲劇化，有時只係身體僵硬，唔肯食嘢，不停咁搵地方匿埋，或者返屋企後長時間收埋自己。貓好多時唔會用激烈方式表達唔舒服，所以主人需要觀察佢哋細微嘅行為變化。我哋都可以問自己幾個問題：如果佢全程匿埋，我會唔會即刻離開？如果今日唔可以打卡，唔可以抱佢出嚟俾人睇，我仲會唔會帶佢嚟？呢啲問題唔係用嚟責怪自己，而係幫助我哋喺愛入面留一啲位置俾對方嘅選擇。可能貓展真正引發嘅爭議，從來唔只係貓應唔應該出門去街，而係我哋每一個愛動物嘅人都要學習嘅一件事。點樣分辨我想給貓貓嘅同佢哋真正需要嘅？
呢件事喺人與人嘅關係入面都係一樣。父母覺得安排好前途就係愛，伴侶覺得抽時間陪伴就係愛，朋友覺得不斷俾意見就係關心。但有時候最深嘅愛唔係努力將對方帶入自己世界，而係停低問一句：你舒服嗎？你想留低定係想返屋企？帶貓去貓展嘅主人未必係為咗炫耀打卡，反對帶貓去嘅人都未必係故意挑剔，一邊害怕貓錯過世界，一邊害怕世界令貓受傷。兩邊嘅出發點可能都係想保護佢哋，只係選擇咗唔同嘅方法。所以我哋唔一定要急住將對方定性為好主人或者壞主人，畢竟冇人可以100%知道一隻貓點諗。我哋能夠做嘅只係喺一次又一次相處入面，更誠實地觀察佢哋，更謙卑地承認自己可能睇錯，亦更勇敢地放下自己嘅期待。你嘅貓未必需要出去感受全世界，對佢嚟講，最安全、最熟悉、最值得依靠嘅世界，可能一直都唔係貓展，唔係商場，亦唔係鏡頭，而係有佢陣味嘅嗰間屋，同埋佢嗰張瞓咗好多年嘅床，仲有每一晚放工推開門平安返嚟嘅你。有時候愛貓貓並唔係帶佢哋去更多地方，而係明白佢最想去嘅地方，其實就係日日同你一齊安心居住嘅屋企。今日講到呢度，你對主人帶貓去貓展有咩睇法？記得喺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另外，得閒可以去睇返我哋之前關於毛孩嘅影片。下集見。我叫阿銀，大家如果想聽啲咩香港故事，歡迎投稿，或者可以喺留言話我聽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。下集見。